ちどういうつもりよ。精武門啊，以前就第一，而家係咁嘅咋。落毒嘅一定係精武門嘅人。陳真，你究竟翻嚟做乜？我睇得好清楚，你絕對唔係我師傅嘅對手。今回は俺たちの手でやる。唔係喎，伍師兄，人哋出招之前打低佢咪得咯。嗱，你啲拳如果唔夠力嘅，你打人10拳，對方都冇事。人哋打你一拳，你就累低，捱唔住啦。